各位乡亲，牧天离开将梦想了后，继续向前行。路虽然青昏，心内比以前较平安。我要来去台北打拼，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。有一个人行过来，牧天心内想，敢也是要去天城呢？不管如何，路是家己行。朋友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天城。我付出固执，两个人做伙同行。一路讲话，固执，拢讲我知影，唔免教我。牧天开始担心。各位乡亲，有热心是好，不过唔肯受教，就容易行歪路。牧天无去嫌伊，两人由远一步一步，向着前面的光行去。顾一个人，敢会行到天城呢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？咱后会继续讲落去。